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23，以赛亞書55章30安尼讲：恁着鴨耳孔就近我，着聽就恁的心神為我。我要甲恁立永遠的約，就是所永遠代表堅固的恩惠。三甲來祈禱，要甲阮立永遠的約，互阮堅固的恩惠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古早、現在、將來，直到永遠，信實無變換，疼痛無改變。至權、至尊、至聽的全能永在上帝。主啊，我的心切切羨慕你，親像鹿羨慕溪水。主啊，願他來到你的面前，較無將你的話當作寶貝藏佇心內。主啊，阮雖然軟弱，總是你要扶持阮；阮雖然失迷，總是你要將阮帶倒轉。主啊，幫助阮知着鴨耳孔來就近你，我要聽你的話，就阮的心神會得到我。主啊，因為你要甲阮立永遠的約，就是所永遠代表堅固的恩惠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